大家好，我是嘉辉老师，今日要来分享我台文写作心得的分享哦。主题恁想讲，要写进前要安怎选呢？老师建议讲，你会当先选一个范围，比如讲自然科技、生活美学、多媒体、文学小说、服装设计等等的主题，做你的文章的大方向吼。这是我的基例啦吼。你想搁较侪物件，无共款的、无共类的，不管是理科的还是文科的，拢无要紧，只要你想会出来吼。然后呢，搁选一个接近即个主题想要写的题目吼。你已经掠着大方向啊，来就是你要写的题目嘛。相信你足紧就会当选出来吼。刷落来就是甲你要写的故事也是内容写出来，安尼就诚做一篇短篇的散文啊。若是要写小说，可能爱选的时候爱较特别吼，就是你的读者较会想要去看，所以爱谨慎。写文章甲主题毋通偏题。因为小说呢，我是无师自通的，毋过其实我会当分享讲，我细汉的时阵就足爱读小说啦，尤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一寡无共类的，也是讲 Harry Potter 吼，才一寡大作家写的即个小说，所以可能我自细汉就有即个小说的灵魂伫内底啊。大汉了后，拄着无字爆发出来，这就是我感觉文学创作上趣味、上感觉即个打伫咧心的感觉啦吼，这是我的分享吼。好我要来分享我写作的心得。你讲老师到底是要安怎写呢？其实就是甲你心中想伫的即个台语的物件，甲写出来。就是咧写台语，就是遮尔简单。只是讲你用字用好对，就是你的罗马字甲即个汉字用好对，就是用到无标准的700用字，这就是爱用好对。好我来分享讲，老师我写过台语诗、台语散文甲台语小说我感觉上困难是台语诗。大家讲为虾米呢？其实是上入门的是台语诗，上困难嘛是台语诗。你讲老师他安尼讲呢？因为伊会当用短短文字，就会当写一首诗啊嘛，对无？你嘛会当用你的感情做澎湃化作短短的词，甲伊写落来，变成一首台语诗。这就是上困难的所在，因为你若是感情做澎湃啊，你要用安尼较少的文字，甲伊斗做伙，甲伊写一首诗尔。除了讲你要写足长50纸、100纸，迄我老师嘛无可能做会到，所以我感觉我的阶段可能就是放伫咧台语散文甲台语小说。我有讲过，因为台语诗是爱用上短文字来表达完整的感情。我上好写的就是散文甲短篇小说，因为我是一个感情较澎湃人所以我改用较侪文字来表达我想要讲的代志。因为散文你会当500、100、1000、2000、3000拢会使嘛。小说我拢较接咧写短篇小说，因为较接近我的迄个频率啦。我家己感觉所以呢，我鼓励呢，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特性甲个性来找着你家己上适合的文体除了讲你要比赛啦可能我感觉讲写台语，你莫讲为着比赛，其实安尼我感觉就失去迄个意义像我无得过奖毋过我就是足爱写，所以我就去投稿这嘛是一个诚好的方式啦安尼若有啥物问题，你会当伫下骹留话甲老师讲，多谢大家。老师有出顶个月有出一本台语的认证甲写作的教材，若是你有需要，会当伫下骹的网址买多谢大家，大家再会。